台中岭东科技大学的师生发挥着卡斯改造旧衫裤，然后邀请到乐寮社区发展协会阿公阿嬷来穿这个改造过的衫裤就台来展示，老人甲少年人为着地球做伙来努力。 历史建筑演舞场变作时尚的新电台，model展出每一套服装拢互人真惊喜。这拢是岭东科大时尚学院 USR 计划团队的成果。然后在产业界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特别是这种3R 的这种循环经济的概念。 摕到大专组第1名的又是过时的牛仔裤，兼这3个外套重新设计改造出3套服装。毛设计师甲妈妈穿袂落的裙重新改造，打造出新的流行。就是我们自己的牛仔布料结合，就可以有一种世代传承的感觉。就是妈妈，然后到我，然后就是可以拼接在一起之后，会有不一样的火花。它可能可以放在袖子上啊，或者是什么地方，让它有另外一种传续的，就是商品传续的感觉。 乐寮社区发展协会阿公阿嬷嘛来参加这场秀，因为身躯所穿的衫嘛拢是这的学生囡仔所做出来的。除了透过竞赛刺激学生发挥时尚环保美学，嘛希望强化少年世代永续爱地球的行动力，为环境永续做伙打拼。